苗栗乡镇有当当出名嘅客家庄。不过，苗栗市中心还是最闹热、人最多嘅地方，也是政治、经济同文化发展嘅中心。喺啲都市唔但唱无水歌，空间没冇安法，故所高企就成为现代人追求绿色生活嘅好现象。近半日愛拜訪嘅業主，就啲苗栗市嘅順巷，俾自家同福客人去嘅一間屋。而從細到大都帶到苗栗，係一位在地嘅苗栗人曾月平。歡迎來到下呢講講綠世界。看也發現，萬哪都係綠色。原來做人最愛嘅就係樹誒。一個做起我嘅花園，一條樹誒係老樹誒，一條杞油樹。當初整體嘅時候打爽，老人家以前有講，按呢樹誒一整貴，所以我就來要轉來出。平常是拿來修剪，所以修剪都講。還有一條咩係算老樹嘅，一條設計嘅，一創也就有從經有差唔多40年以上嘅樹嘅，然後客家人也一種是一種樹嘅。原因重點係因為佢一講啊，本身咧有香味，嗰一種樹嘅呢唔會有一代有嘅毛嘅問題。所以本身呢，同樣很好修剪，因為佢開發一項。講到樹誒，阿平哥就經講老人家用嚟講，客家人用嚟想。看起來阿平哥真係係當傳統嘅客家人咧。不過，一個看起來像撇狀嘅花園，同當多客家人有地就會種菜嘅規劃冇共樣。老人家應該會講。看起來係好看啦，不過種嘅東西做得拿來食，真係最重要嘅。啲阿平哥真開始嘅想法係乜嘅呢？其實我很細都想下吃，看你無糖三合煙，佢本身係冇乜嘅花花草草，佢本人感覺嘅係單調，但是又冇辦法講留老一批嘅觀念去獲得。所以盡量就留原來愛嘅感覺，留一下，盡量去折中。想法都方解釋嘅花花草草。雖然花園係阿平哥就自己想法親手打造出來嘅，不過真見愛啲地位成法，阿平哥就發現有當多事情還係愛調整同適應。剛搬過來之前，大部分注重園藝嘅，但是有啲園藝樹平常時會維護，除咗本日就做園藝嘅人去修剪，只能看冇辦法去融入一隻土地，所以我頭擺想到，我以前係些老人家種嘅果樹，後代人享受嗰條果實，所以慢慢咧我就留一啲土地嘅樹嘅景觀，嗰度一條果樹。一果樹有當多，一年四季嘅樹嘅就有，檸檬、番酸，加起來還有20人種。隨時來樹嘅個結果，我開發本來嘅感覺，除咗有園藝嘅嗰種花香以外，還有多一隻屬神嘅嗰種喜悅，所以生活都方我加一道滿足嘅地方，當然。辛苦還係有嘅，但是成果是非常嘅喜悅的事情。什麼老到阿平哥為到愛歡喜書神，將同福卡嘅花園變做個人咯。阿平哥調整嘅重點就係傳統同現代想法都要兼顧到，除咗愛看起來講，還愛有東西好食。
其实也哈以为人们去提倡用果树慢慢的取代原来的无穷还有造型树。从也哈一条树的来讲，佢出得爱园艺爱的东西，佢咩要开发，佢咩有做得成良，佢咩有这样的心的，佢做多的地方就会多一只舒适的水果，一只部分係係非常喜欢的地方。唔但唱做得造果子，还可以兼顾到景观、漂亮也按到嘅功能。讲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是冇按过哟。从一条树的做係结的，喺客家人呢过年的时候可以吉祥，所以年节的时候大东都金结，开门落下来看到当吉祥的地方。但是我要种的一条位除了太门以外，因为我要做嘅本身粗细相同，就算一太早呢，一条过来噶，基本要晒当热，所以我要免当呢，拿来做绿化，佢做得当热条。但是规下的山多的话，变成热光照唔落，地板也看唔准，所以我要留一地板也较大下，用粗料的地方，一大下收空。地板粗料看得顺，路不会紧，但是热条晒唔落。哦，也係我也本身當喜歡的地方。也平常時雜多的加記得，我朋友我拿來煮，飼雞尾呢我拿來泡茶，平常做得攞糖水煮咖，做也金結，因客家人做的記得醬，也溫解尿也係非常好的實用的東西。所以除了果樹實用以外，本身造景當港間一條，係因為非常的好。除咗同結的發揮出千態嘅效用，阿蘋果還有另外一項本佢吃到當沙皮嘅發想。哎呀，原來就是種草皮，然後一條全部供養，但是草皮呢，除咗割草，還係割草。像一個金針呢，我認為係非常好用。除咗供養佢做的綠化，佢還有個開發，很實在，多彩多姿啊。因為本身客家人呢，能夠利用的地方，能夠盡量去利用，唔可以講平平只有草皮幾大唄，能夠盡量去留一個地方，多多的實用，我認為也係挺實際的地方啦。調整過後嘅花園，伴阿蘋果有蘇醒嘅氣味，還係佢調劑身心嘅液體。幫助對我來講係一種享受，係一種生活啦。可能對別人來講，幫助一艱苦啊，但是對我來講，我閒嘅時間我怎麼去做，唔會有壓力嚟做，因為運動嘅係顧上顧下。休息咧，係頭腦休息，頭腦放空，然後平常時無限緊張嘅壓力啦，讓頭腦休息。所以我講也係有運動，又係休息嘅意思。其實對阿蘋果來講，打造一個花園，最重要嘅理由。係為到福家人，故所花園地內所有嘅植物，都係為到一本福家很較完美。對一間屋嘅來講，因為屋嘅冇辦法變，但是對一塊土地來講，唔會去變嘅原因係要變到人自己喜歡嘅地方，所以會咁變。植物咩供養，喜歡佢不見得喜歡，咁冇佢唔喜歡，佢總係會過程會曉得，所以要去尋個也有喜歡嘅樹嘅，有喜歡一塊土地嘅樹嘅，所以我是認為講，安尼東西會慢慢的去改，慢慢的去變，才會尋嘅都適合嘅地方。當然，也下咩供養，有安尼機會多種啲嘅樹嘅。平常時本人調節心態，還是做運動也好，生活啦多啲嘅情緒。家裡有一個花園，真的是
打情说爱，打情骂俏吗？打情骂俏。其实我们一起共同就是整理这些花园，多一个时间在一起，两个人互动会比较多。有共同的话题。虽然我没办法帮上什么忙，可是我负责欣赏这个角色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还好有他把我们家花园整理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干净，做得很好，很棒。也做个惩罚啦。对呀。其实除了惩罚，安尼惩罚，我用会去老也个人生，用会好好的沟通的。也做个从小的梦想，出社会打拼都要哈，做个希望有一个好好的家庭，有好好的环境，本来呢生日的快乐，本来呢亲戚朋友来了，有安尼环境非常憧憬哈。大家都喜欢的哈，住在喜欢的地方。对呀。对阿蘋果嚟講，花園係能刺激客人情感嘅場所，咪係自我療癒嘅空間，行卡係佢實踐夢想嘅地方。係講唔係有一座花園，無論係大也細，總愛用心經營，自家去感受。天初會感覺到花園唔單淨係花園，佢係充滿神奇力量嘅講講綠世界。下一段節目，我哋去關心一堂無窮用嘅園藝付出療育課程，看看那一對一嘅園藝課係用嚟進行嘅。聊一下，等等轉來哦。香山就喺台北市信義區，因為離市區當近，故所有人同佢按到台北市嘅後花園。近半日，人哋後花園簽到一啲農業綠地，負責人係台灣第一位拿到美國認證嘅顏料師王勝林。王先生10多年來，善忙推廣園藝付出療育。同時，未利用亞地農業，培育更加多新生態嘅專業顏料師。我常常覺得這塊地是老天爺送給我們的，這樣，因為我正在動念說啊，如果有一塊地，交通可以很方便，讓更多特殊族群都可以很容易到達的地方來進行園藝治療的話，不知道有多好啊！正在動念的時候，然後這個地主就透過一些朋友就來找我說，我有一塊地，你要不要來看看？按多年下來，王先生未見來見有成就感。近半日，人就喺香山農園上一堂一對一嘅顏料課。看一下，有看到番茄的花嗎？有哈，那是它的花哦，很小，有點像芳香味上去。雲中它其實是視障生，其中有一隻眼睛是完全看不到的，那另外一隻眼睛其實只可以看得到吸管大小。除此之外，它其實還有精神上的障礙，它其實會有一些幻聽，所以其實雲中剛進來的時候，它是非常恐懼跟害怕的。草莓的花通常是白色，然後中間這一顆是草莓。Hello， 草莓，我想要等你說吃你哦，我好想吃你的味道甜甜的。好好，它會快快長大，讓你可以吃它，咬它一口。腳下嘅雲中看起來係輕鬆自在又當享受一個課程。其實6年前嘅雲中對植物唔單止完全冇興趣，甚至係兒時咧都唔想去買奶呢。好在顏料師6年來無停嘅照顧，用心培養雲中。
带定佢進鋪，將優雅下嘅成果。左手香，左手香，对，两个都是你看左手我变成香。呆呆了。呆呆是兔子啊，你变兔金子顶，所以要很有活力。所以允仲很适合当谐星哦。你喜欢他很喜欢搞笑你喜欢那个金顶。允中刚来的时候，根本他就不愿意出来。你看，他又怕蚊子，又怕虫，又怕很多脏的那些，他其实有很多的害怕。那你看他现在可以，他可以让我今天喂他一颗玉米，他以前会问我说：“你有洗手吗？”对，可是今天他可以这样接受。对，再一颗，这什么？这是允中种的玉米，紫玉米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很甜啊，虽然很小，麦当劳是买不到的啊。麦当劳都买不到的，对。允中要不要再一颗？最后一颗给不你。所以这样你会想要继续种下去吗？我们再来种好吧？种玉米，好啊，好。吃自己种的东西感觉怎么样？很有成就感。可是，就是虽然好吃，但是我是种给自己吃的，不是要做商业活动。刚开始他对陌生人比较有距离，可是现在只要任何人进来，他都可以很自然的跟大家交谈啊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，陪伴在一起。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非常大的进步跟改善。允中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一定要人家带着他，就不敢自己到处乱走。可是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陪他课程1次2次，那我发现允中他越来越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农场，然后他可以自己进到这个农场，他不需要老师再带他了。怎么克服的，慢慢的引导，每次来上课都接触一点点，接触一点点，接触一点点。我觉得他的弹性被拉大了，他没有再像过去这么的钻牛角尖，一定就是这样。我们一直在挑战他的极限，对，让他会喜欢这件事情。来2只手，这只很长哦。可以啊。鸭子，好，我们多立几根。呱呱。既然係自稱學人嘅允中，除咗愛負責管理自家嘅苗圃，還愛開始學習農人嘅拖攬工作。这个麝香木摸起来又舒服又干净的感觉，没有一层灰尘在上面。作用可以是止痒、消肿，涂抹在身上很痒的地方擦一擦，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痒了。你喜欢做这些事情吗？一直都不喜欢，因为我不太喜欢不动的东西。现在还是不喜欢吗？因为没有在动了，好像麦克风，这有点像咖啡树哎。这是那个大黄老师种的。他其实有时候在课程里面会边做边抱怨，但是他有些时候他会因为照顾这个植物，他看到这个植物的变化，他其实自己会很赞叹或很开心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他自己也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疗愈的怀抱，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是开心的。哎，摸到一颗一颗的，而且这一粒一粒的，摸起来好舒服哦。给大家看，这是大黄老师的种子长大了的。我们就希望允中对外界的容忍度可以扩大啦。这个大自然本身就提供给他非常多的功课，而我们就是带着他陪伴他，克服他的那种挣扎，跟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整个脾气会发起来，对，就陪伴他，对不对，允中？又来到月球了。是吗？在太空漫步。俺看到颜料时用愛來幫助學人同植物建立連結，感受大自然嘅療癒力量，再個用慢慢嘅耐心同每一擺細細嘅進步累積起來，變做奇蹟。今半日嘅課程又幫你對園藝療育有新嘅認識嚟嘛？接下來嘅單元講花語，你絕對做唔得錯過喎！薑麻一般人講係葉菜神美，上到魔鬼在莆內嘅薑麻，真經變得出花語係，也真見到考驗修比先生嘅創意嘅。
昌小薇唔但唱起台湾嘅华语舞王，亦还出过比赛嘅下摆，被外国人看到也系优秀表现。大家好，我是昌小薇，大家看了做得很多东西，我唔系卖菜哦。今日的主角是俩姜妈。用班让 DIY 动手做，让厨房不寂寞。使老料的东西变成像艺术品安尼咯，来给你用倒挂的手法来可能咯，用班做好。好，两木挂我们一般哈，我上来挂起来，我先做两熟的两造型线来缠起来。男女主角就是他的姜，两岸都三姜，好三姜安的好。然后俩就一张结，我们把它挂起来，打一个这样扭起来，它造型线啊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主角。俩彩头，狗眼俩按的好彩头，然后你来走这设计。花椰菜把它当做焦点花，我就把它摆在这个角落的地方，它就比较会卡在这个树枝上，它比较不会掉落。用姜妈做的作品，老公看到会当欢喜，你一定会做得安安做哦。真的是大丰收。绿色太天就像俺嘅阿妹，点亲的舒服的俺儿，有丧事可能缺嘢。也是心情唔好，一个时间就行业太刺眼，同母猪撒起来去感受，听操作得到满满的能量。讲讲这世界，偏向下来看同自然的关系，看看那绿色世界都带有个讲。